丰台扫过路，也毋过中部地区哦，今仔又过单雷讲落大雨，台中市中心甲海线有袂少所在拢淹水。中华鹿港田尾顶所在哦，昨淹水，民众才在摒扫，今仔又过闪大雨，灾情哦又过扩大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，西部地区会伫短时间内落大水雨，嘛个继续针对真侪县市来发布大水雨的特报。 大雨就无休困，台中山路包括沙田路、甲镇南路等等真侪路段，拢因为水下袂离，水淹甲满会顶倾悬，车一个驶过水就拢喷起来。你甲看遐，即摆消落去啊啦！阮头拄啊，这拢平啦。市中心的台湾大道因为边坡通梅水一直流落来，已经淹过慢车道，骑倒摆的人敢若会当骑较慢的。乌日区甲西区嘛出现积水的情形。那个要坐公车啊，这样会不会很不方便？对。 非常危险，要小心哦。彰化田尾桥平村因为早当场啊才大家收成，真侪稻草拢叫雨冲去到车路的，加排水沟塌掉咧，相关队是赶紧出来清理。哦，对迄边来啊，嘿，对迄溪仔边啊啦。哦，伊早感觉遮济对。前一天淹水嘛真严重的鹿港镇，车道虽然水有较退，不过又搁落大雨。 当地居民烦恼大雨会造成淹水，公所赶紧调几啊台抽水机来应变。那目前已经有2栋大楼地下室的水已经抽完，现在是我们在中正路的张滨大楼的地下室的水，目前还在紧急在抽水。因为吹西南风，甲低气压持续影响，气象署初到早起，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，各地真有可能会落雨，尤其西北部开始出现低延时的强降雨。丹纳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之后。 引进的西南风持续为西半部带来比较大的雨势，但是在台湾的东方也有一个比较弱的低气压环流，也从东边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水汽，所以在这几天天气上面都是相当的不稳定的。气象署表示，按照拜五之前各地天气拢无稳定，尤其是中南部甲南部的山区，拢较会落大雨，爱到拜六雨才会较歇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